大家好，在本視頻中，你將學習如何通過簡單的散步來獲得獎勵，然後參加每月的大額抽獎活動。我們將討論這個項目 Silencio。Silencio 是一個去中心化加密項目，屬於 The PIN 去中心化物理基礎設施網絡領域。它將用戶的智能手機變成全球傳感器，用於測量噪聲水平和收集音頻數據。這看起來可能有點複雜，但其實很簡單。你走到戶外，拿出手機，打開應用程序，啟用噪音傳感器，然後開始走路就能獲得獎勵。接下來，我們將通過圖文教程，教你如何下載應用程序，創建個人資料，領取200金幣的歡迎獎勵，並開始使用它。首先，你需要下載該應用程序，請前往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， 在搜索框中輸入 Silencio 並安裝。安裝完成後，打開應用程序並開始創建帳戶的過程，如視頻所示。視頻前面提到過，你可以獲得200金幣的獎勵。要獲得獎勵，你需要在創建帳戶的過程中激活一個特殊代碼，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，在相應的輸入框中輸入代碼 Mr. Gold。之後，你就可以領取獎勵了。之後，我們選擇一個免費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姓名，然後完成幾個簡單的步驟。當你的位置信息出現在屏幕上的地圖上時，你的帳戶就創建成功了。你現在就可以邊走邊賺取獎勵，只需點擊藍色按鈕並選擇 Active Measurement 即可。接下來，把你的智能手機放進包裏，確保麥克風不會被遮擋住，以免錄音，然後盡情享受你的散步時光吧。你在此應用程序中獲得的獎勵船將生成彩票，你可以憑此參與每月1次的抽獎活動。本期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觀看，大家再見。